我会问你，你今天几岁了呀？还是有余，还是有余。那你心上可有心爱之人呐？没有啊。叔叔，如果是暖堂当官，女当家，相隔的30步，有一位千金，真的是花似玉。晚上年生，天面前举手去，一生那与老稍稍会心。哎呀，叔叔，你若是少子多教啊，还不知道叔叔的衣衫都是退了你。你来看，这里是退了，这里是退了，哎呀，这里也是退了。请放慎重一点。叔叔，晚上来是怕睡怕觉，怕也怕雨之人，请叔叔我要出席。叔叔，今天晚上啊，像你家一样东西你讲东西，嫂嫂要讲什么？这样的东西呀，在你叔叔的身上。相我不错，一生情义，不与我家亲嫂嫂呀。为了这样的东西，也是对吧？就是叔叔身上的小刀。哎呀，嫂嫂，你太荒唐了啊！叔叔。天子。